大家好，最近香港金融圈最熱話題，莫過於寧德時代即將喺5月20日正式登陸港交所，成為今年全球最大型 IPO 之一。呢間喺新能源電池界稱霸全球嘅寧王，今次來港招股，吸引咗唔少國際基金、長線投資者爭住入場，成為全城焦點。咁寧德時代背後個靈魂人物曾毓群到底有咩過人之處？點樣由福建農村仔一步步拼到成為香港新首富？今日就同大家細講下呢一位電池大王嘅奮鬥史。曾毓群1968年喺福建寧德一條細村出世，屋企冇乜背景，父母都係普通工人。細個已經好醒目，成績長期全校第一，最終考入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工程系。畢業後返家鄉國企做咗3個月，覺得冇發展，果斷辭職南下東莞，揾機會闖世界。去到東莞新科磁電廠，曾毓群由最底層工程師做起，10年內升到工程總監。呢段時間，佢唔單止學識咗國際大廠嘅管理制度、技術標準，仲有機會跟住上司去外國考察，見識到唔同地方電池行業發展，為日後創業鋪路。1999年，佢同拍檔喺香港成立新能源科技 ATL， 主攻聚合物鋰電池。初期行業競爭大 ，ATL 靠住技術突破解決咗電池鼓包問題，成功打入蘋果、三星等國際大客戶供應鏈。2004年更為 iPod 供應電池，生意一飛沖天。但好景唔長，2005年大股東撤資 ATL 賣咗俾日本 TDK。曾毓群雖然繼續做 CEO， 但公司主導權已經唔喺自己手上。同期，佢透過優才計劃攞咗香港身份，後嚟更成為永久居民。2007年 ，ATL 生意越做越大，曾毓群堅持返寧德建新廠，日本總部唔想批，但佢動員全體福建員工表態，最終成功爭取到家鄉設廠。呢個決定為寧德時代日後崛起打好根基。2011年，內地政策唔再俾外資做動力電池。曾毓群果斷將 ATL 動力電池部門剝離，拉埋班拍檔返寧德創立寧德時代，是 ATL 專攻新能源汽車電池。佢學精咗，今次堅持團隊控股，唔再俾外資話事。開局靠住 ATL 年代嘅技術底子，寧德時代攞到寶馬、北汽等大客戶訂單。寶馬要求高，逼住公司管理、研發、質量全面升級。短短幾年，寧德時代就打入全球前3。曾毓群有句名言：賭性堅強，佢唔怕冒險，識得睇大勢。早年堅持投入三元鋰電池，冒住技術路線風險，最終證明揀啱。公司每年重金投入研發，持續創新。2017年起，全球動力電池市佔率第一，打低日本、韓國對手。2018年，寧德時代喺深圳上市，市值即時過千億。之後加快全球佈局，喺德國、美國等地設廠，供應特斯拉、寶馬、福特等國際大客戶。公司仲打通電池回收、儲能、材料等全產業鏈，成為新能源產業標杆。隨住公司壯大，曾毓群身家水漲船高。2021年，佢以345億美元，大約270-8億港元身家，超越李嘉誠、李兆基，成為香港新首富，連續4年穩坐寶座。不過，公司亦都因996工作制等問題備受爭議。佢強調，奮鬥100年係為練基本功，唔係強迫 OT。曾毓群重視技術創新、人才培養，強調最大對手係自己。公司每年投入巨資研發，鼓勵員工挑戰自我。佢推動零碳戰略，強調企業要有社會責任。近年積極物色接班人，希望寧德時代可以基業長青。有朋友第一次去佢辦公室，見到牆上寫住賭性堅強4隻大字，問佢點解唔寫外拼先至會贏。佢話拼係體力活，賭先係腦力活。回頭睇，佢真係用行動證明咗呢句說話。2022年寧德時代股價大跌，市值一度蒸發一半。曾毓群冇灰心，反而加強研發、優化管理，帶領公司穩住陣腳。佢話時代變幻，唯一唔變就係要不斷創新，應對挑戰。今日寧德時代即將喺香港上市，吸引全球目光。背後主腦曾毓群憑住讀書、勤力、膽識、創新2次創業，終於帶領中國企業打入全球新能源產業頂峰。佢既有技術底蘊，又有賭性堅強，唔怕輸，唔怕難，成為香港新首富，亦係中國創業者嘅典範。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故事都可以得到啟發。
無論你咩出身，只要肯學、肯搏、肯創新，時代總會俾你機會。本節目由人工智能全自動生成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、新聞報導同網上資訊整合同創作，僅供參考，並非當事人親述或官方授權。本內容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投資涉及風險，請自行判斷同諮詢專業意見。